来关心天气，这气象署是指出讲，今仔日呢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中部以北到宜兰是春无12度，也那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的杨梅，今仔日透早呢，干那9度到尔。拜三这冷空气是会留啊减弱，要毋过拜四开始呢，虽阁有一波大陆冷气团会落南，一直等到拜六礼拜，这气温才会豆啊回升。 拜二北部顶半部还是冷叽叽，路面搁淡高高。不过气象署表示，下半部开始会转做大冷，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，拜二北部低温剩无12度，其他地区是伫12到14度左右。若拜三日时，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开始减弱，温度会回升。不过拜四搁有一阵大陆冷气团的落南，时到会搁反冷，一直到拜六天气才开始烧热。不过到了今天的晚上之后呢？ 干空气接手之后，渐渐的就会变得是比较干的一个天气状况。除了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雨之外，西半部山区都还是会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飘雨，平地则是转为是属于多云的天气状况。气象署指出讲，受到大陆冷气团甲华南云河区影响，东半部、西半部山区甲恒春半岛部分地区会落地暂雨。 北部甲中南部部分地区嘛会落雨，不过气象署嘛表示，拜二暗大空气的接触，天气会转做大冷。明显的华南云雨区通过，再配合冷空气的影响，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要留意会有零星降雪的几率，所以前往高山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路况，注意安全。 气象署表示，这阵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水汽有到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有可能会落雪，路面可能会结冰。要去山顶看雪的民众，都要注意安全。气象署嘛提醒，早暗的温差会较大，民众就要加套衫穿好烧。记者高正阳、王志刚台北报道。